4号体调条例去年5月实施，学校停教停班，改善清算的费用，体调基金会当承付。教育部估计目前已经用掉5亿了。今年的6月教育部是一口气要求4间学校明年停班，所以爱先付出去的金额，今年恐惊会超过15亿。创校23年，为第1管理学院变做大学的台湾首府大学，伫今年8月初1正式退场。因为校园内也有80多位学生、70位教职人员，学生的安置甲老师的慰问金，拢是由退场基金来付。学校重组董事会之后，他停招停办跟解散清算过程相关必要的费用。那目前台首大申请垫付了大概1亿元。除了台湾首府大学已经退场的永达、高美医专、台湾观光学院等等的学校，退场基金已经付大约5亿。今年6月，明道大学甲环球科大等等4个学校嘛确定明年要停办，退场基金恐惊要付15亿。4号工会以台湾首府大学甲明道做例，讲校地向大堂租的，到期了后就会行人，但是到时阵设备若袂无价，恐惊会有拍效。退场基金做垫付那是必要的，但是是不是能够回收，会不会变成呆账？我想政府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啦。好，有可能就是收不回来，那就只有全民来负担。好。教育部表示，台南市府讲会接管台湾首府大学的土地，学校也有机构的资产，未买会行退场基金是无问题。也毋过工会提醒，资产清算的监督甲管理需要搁较侪关注。若无台湾首府大学无人管理，草啊生甲规世界，就算真侪冬后校园会当搁再利用，嘛已经破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